今摆无通咧看地图啊呢？地图，你拢用 Google Map 哦？今摆大家拢用手机啊，哪有人咧看地图啊？你安尼要看有？我爸爸讲吼，你是爱真正了解一个所在，一定爱看的，就是地图，这是真男人的象征。你拢无看，你是？啥物真男人的象征？你这叫对时代袂对啦。无啦，就趣味啊！你看巷仔内啊，巷仔内，这拢是巷仔内啊，爱食。在地好面啊，好食面。你若恁爸爸咧看的时阵，这二只细伊看有，对无？你安尼，你嘛袂变大只看有。这是你的问题，你嘛找无路。老花眼，安尼对无？安尼袂通啦，无度啦。无度啥物啦？你要洗鸡安尼，我都洗。洗鸡，你讲你拢安怎洗？你上熬，食好面的，安怎吹？无啊，叫阮某找啊。叫你某。我出去，我讲我去倒尾就爱就甲我找好。啊，可能啊，出外爱靠朋友啦。哦，我是出国拢靠自己。靠自己，嘛无唔对。OK 啦。好啦，今仔日要去的所在呢是咧北部，食好面的，听好听的故事，趣味的故事啦。哦，北部好。嘿，来，要搁谁去佚佗？嘿啊，咱的好朋友足敖食，足敖耍的一派。一派，哦。小派，哎呦，小派，过来啊！两位同学您好，这个我是大派，你是小派，小派，我较 A， 所以我叫小派。我问你，是唔是看地图的查某较 man， 较有气魄？我感觉足缘投的。看地图较缘投。缘投的，迄地图吼，若是摕伫手的哦，哪行哪看，唔知是安怎。你感觉有魅力耶！我都唔知是安怎，我就是要讲裴勇俊的。地图裴勇俊的感觉，安尼有裴勇俊。可能是朴叙俊哟，朴叙俊。对啦，是朴叙俊啦。裴勇俊我无熟悉。莫介绍咧。嘿啊。所以你平常时嘛，只要洗鸡。是啊，因为即马我感觉咱台北市、新北市有足侪所在哦，拢整理甲足好诶。亲像我定定会去踅的是大场亭。知影是安怎？为什么我爱去大场亭无？伊遐有通啉烧酒。我是都有你有这种感觉。我有骗着。你要当我袂讲好无？这是你啦。迄个所在即马哦，我感觉整理甲足温馨诶。你有感觉这适合我诶无？我今日工课跑进来要跳出来，差不多啊，我袂讲煞。去遐食一寡袂歹的甜点啊，啉咖啡啊，对无？你感觉是毋是足有气质？它真正吼，即卖足侪迄温馨的店，洗完才会使3、4点钟走。对啊，外国人嘛足爱。对，无唔对，足侪遐真正是足侪外国人去遐翕相的，嘛有足侪人穿旗袍伫遐翕相。哦，对，复古的感觉。今仔日要去食面啊，听好听的故事，要去什么所在咧？倒一条街。嘿，咱欢迎咱的康慧婆当天来介绍咱导览城市。当，大家好，我是当天。一个街仔路，伊唔那是路，伊阁有时间所留落来气味。那呢，今仔日有啥物味咧？请看 VCR。
一条是充满外国气味的缅甸鸡，另外一条是正港台湾味的青草巷。对我来数者，哇，香啊！马上来欢迎咱头一位的导览先生，缅甸鸡的专才导览员杨万里老师，欢迎！哇，万里老师，水！来。这个万里老师哦，伊是缅甸出世的芬兰人，10岁时阵搬来这个缅甸家，所以对这缅甸的文化一切哦，是个透啦。啊，毋若是做导览苗，伊搁办杂志，吼，搁开这个podcast 的节目，所以哦，咱若是来到缅甸家找谁？找咱万里老师，对啊，吼，老师请坐。多谢。后一位导览先生是咱巷仔内的老先教 Kevin。是金耀老师，欢迎！哇，少年！这位老师不得了啊！你看呢，少年有无？其实老师有30档的导览经验，走跳伫这个网架，今嘛哦，佮培训这个小导览员，为的就是要互因来介绍因家己的故乡。这对老师来讲哦，是一件最有意义的代志哦。老师行，请坐。老师，你做导览真是30档哦。是。你是几岁啊3岁开始。我即摆40档，40岁。啊，你才40岁。现在40岁。 10岁就开始导览，对。什么意思？我较特别。什么意思？10岁是国校啊3年呢。童工诶。嘿，无到童工啦，但是国小的时阵就有训练，就开始伫龙山市做导览员，就一直到即嘛。你是啥个训练呢？好，阮迄时阵较特别，阮因为迄时阵有迄教改，我是迄社会实验班。你黑社会？我社会实验班呢？哎呦，迄个时阵来我来介绍一下，今麦很出奇来到这个所在的黑社会实验班。嘿啦，什么啦？迄个啦，社会实验班。你嘛学袂听啦。你拄才甲讲。无啦，你耳有问题啊！我听到无这个问题。老师是嘞啦。别。社会实验班。嘿是。就训练过，就开始做导览做到今嘛，所以就做30档啊。哇！一项代志做30档，你偌爱这个所在？因为迄就是我的故乡，而且唔是我这代，阮老爸、阮阿公有顶的，阮五代拢伫住伫网架。哦，你住五代啊？嘿。哦。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最重要所在，因为迄个记忆唔是我，是足侪代拢伫遮。好啊，等下咱再来好好听。另外这位万里老师，你好，你嘛有 podcast， 对，啊，你搁出杂志，你嘛是足爱迄个所在。对，啊，恁厝的嘛淡仔住5代。无，2代而已。第2代，所以你是第2代。对。咱先莫讲迄故事好啊，咱会使先徛起来，互大家看一下。哦，好你。的衫就特别。对，这是缅甸的传统服饰。哦，传统的服装就对啊。啊，传统的因拢穿这拖的啊。对，就是安尼，就不灵不灵安尼。嘿，对。帅的感觉安尼啊。嘿啊，就安尼。布灵布灵。啊，传统的这个服装，啊，你若正式的时阵，你爱换皮的，还是管大的？看你介意拖鞋或者是皮鞋拢会使。拢会使。哦，你去正式的迄个场地时阵，你嘛会使穿这拖的。你若是结婚的时阵嘛会使。结婚穿拖的？系啊，结婚的时阵就穿安尼嘛会使啊。我会当问，是因为伊顶面安尼金饰是所以会用的，若是无金饰是？若是无金饰是就是一般的生活的时阵。哦，爱有选择啦。爱控选择，新婚地位进行才会出。愈帅愈好啦。一般来讲，穿拖的都是可能会甲人骂，因为伤不正式啊，伤随便，伤凊彩的感觉啦，无尊重。因是会使穿安尼。文化无共。文化无共。真趣味。啊，你时阵哪会来到这个所在？就是我10岁的时阵就一家伙仔为缅甸移民来到台湾，就住伫咧缅甸街。哦。对，我10岁的时阵，若是我去台湾的学校读册，
若是我讲的话甲别人无共，我食的物件甲别人无共，啊，大家拢会讲，杨万丽是缅甸人，啊，大家拢咧笑，我就毋知影，缅甸人下面有笑，对，我唔知。若是我食的物件甲别人无共，伊嘛是就感觉就奇怪，你食的物件是啥物物件安尼？所以我细汉的时阵，我就无介意甲别人讲我是缅甸来的，我感觉真委屈。啊，真想要哭，到尾来就讲啊，你缅甸来，啥缅甸我新店的。你讲啥话？你看我拖的。你目睭敢铁开呢？你有冰冰吗？对啊，你有安尼有，对无？咱脚毋是盖动啊，先收起来，咁样，安尼安尼，你安尼我感觉，谢谢，对，你安尼我觉得，啊就大汉了后，有一届有一个册店的头家，册店头家，对，伊就想要办一个缅甸街的导览，伊就来找我，伊就讲会使导览缅甸街无？我就讲感觉真趣味，伊就找我去导览缅甸街的文化饮食啊，咱是想是安怎要来到台湾，啊有啥物故事，啊就安尼我我感觉真有兴趣，嘛真趣味，所以就一直做到即嘛。哦，古锥，古锥哦，足想要听伊的故事。是啊，安尼会使为倒位老师先来为 Kevin 老师来。 ，Kevin 老师先来 Kevin 老师哦，欢迎王梦玲。芒嘎，欢迎芒嘎，哦，Kevin 老师欢迎。你在。条路已经8年，内底全部拢是卖青草地，直直行，其实行到迄宜兰，叫迄淡蓝古道。这条细条路行到宜兰，对啊唔对？要安怎行？那是时空旅人呢？以前有枪，内底其实会甲你讲，你会使煮啥物草、啥物药啊，迄碗你摕去啉就好啊。哦。田蓬草，我准备伊的茶，我啉看卖。就好啉的哦，啊大喙啊，来啊，你这怪怪呢。爱大喙，我甲你拍，有够好啉的吧？好，Kevin 老师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来自台北上老的所在，叫做艋舺这个城区。我一年会导览100场伫咱艋舺，大家叫我艋舺王，我是施景尧，今仔日来为大家介绍咱艋舺的故事，阮大家。艋舺王对伊的脚步来看艋舺。但其实咱介绍之前，我拢会讲，因为咱艋舺其实足大，因为故意大家讲万华，但是万华是一个足大的所在。那事实上目前每一个所在都号做艋舺。艋舺其实是咱全万华大概1/3尔。无其实无遐大。规个万华就对，对。因为迄是日本人复名的时阵，伊把艋舺这个名转到日文叫做万华，啊万华就是万华的日文，啊这叫做万华啊留落来，但是毋是每一个所在叫做艋舺，所以实际上伫即摆的万华，毋是每一个人都介意好做艋舺人安尼。但是阮今仔日要介绍的所在，就真正是艋舺，就咧艋舺龙山线边啊。那阮即条细细的路叫做青草巷。我知影大家应该拢有啉过青草地嘛，全台湾拢有，但是上侪的青草店就伫咱艋舺。南部有足侪，但是无遐密集，庙边啊拢会有。但是艋舺是即摆上侪上密的所在，啊，为虾米青草来看下一张？好，这就是咱即摆迄所在，你就看即条路细细30公尺，但是内底全部拢是卖青草地，所以这条，而且这条路足老的，这条路已经8年。这8年啊！这条路会使直直行，会使行到迄宜兰，叫迄淡蓝古道。这条细条路行到宜兰，会使对啊唔对？要安怎行？那是时空旅人呢？系啊，清朝的时阵啊，会使行到宜兰啊。那即摆一直行会行去倒位？即摆你认真爱行嘛，是会使行到宜兰。即摆嘛有。台北市中段有几条路已经放弃啊，但是山顶的路拢伫个。安尼我想要问，爱行偌久啊？
差不多3天。三工哦，三工，听三工，三工，嘿。老师你家己去就好。我嘛无要行，我是介绍尔，我嘛介绍尔。好，安尼我继续，后一张。哦，这较趣味是要甲伊讲，为虾米会出现青草这个物件？因为大家想哦，以前的时阵，咱汉人来台湾拢是做船来的，其实无医生。安尼破病要安怎？大家想者破病安怎？无医生。破病去求神灵，无毋对，拜拜哦。拜拜，爱拜拜，就是拜拜。对嘛，只好跋杯拜拜。伫咱艋舺，我就找迄艋舺梁山寺拜访佛祖，讲问阮佛祖讲我巴肚疼，我头疼，我脚疼要安怎？但是佛祖袂晓讲话嘛，所以阮就来抽枪。以前其实有两种枪，一种是阮即摆看到迄有迄大吉、中吉，迄个叫灵签，迄个叫灵签，灵枪。但是以前有第二种枪叫做药枪。药枪你抽起来时阵呢，伊内底其实会甲你讲，你会使煮啥物草、啥物药啊，等去煮香化就好啊。所以我来看这张，这张是第29首，伊叫防风通圣伞。你看内底哦，因这拢是草，这拢是草。最后会甲你讲，你煮迄水，爱煮几两，迄碗你摕去啉就好啊。以前就是有即种的。枪式，药枪，有个另一种更较趣味是这叫不发方，就是说你无破病，其实你无破病，无破病，你只是心理作用，所以佛祖会甲你讲，其实你无破病，但是有人就讲我就是爱抽看卖，你就抽个这支就会甲你讲，其实你无代志。是你心理作用，但是你就想要食药啊吼，伊就互伊一支这固力心。互你补一个，互你补一个，但是你是其实际上你是无代志的，所以以前就趣味的，药枪就会安尼，就趣味的。到今嘛，敢袂使？今嘛无啊，今嘛无啊。因为迄中华民国政府法有去改良迄医药法有规定，你不是医师，你袂使开迄药单。咱即摆免抽签，咱即摆有健保卡。好，安尼我继续往位遮来。因为着中药嘛，我来看者，大家讲会晓分，这是中药，这是青草，你讲会晓分？这是大啊。一个看守过啊，一个无啊，对吧？上大的差别是中药是啥物物件都会咱放内底，所以有动物、有植物，搁有矿物。矿物，就石头啊，有的石头拢会伫内底。中药内底有石头。像迄有迄像迄。硫磺迄种嘛，但是袂使伤侪，但是青草拢是草。后一张，我来继续呢。其实差不多大部分青草拢就好找，拢是路边就会找有的。像这是豆秋芳，是路边就摕有的。所以你会发觉讲，以前做青草人较侪，做中药也较少，因为中药迄地势较侪，但是青草你有迄个枪丝会使配，去路边拢找有。所以我看下一张。我就看这个草，大家有熟悉无？这是看起来就明显。迄个草蓬，迄个花蓬蓬的。迄白白的，蒲公英。蒲公英台语安怎讲？蒲公英我真正袂晓咧。我有问大医生师，我感觉足趣味的，伊讲蚕蓬草。蚕蓬草，因为伊生伫田边，拢看起来蓬蓬的。蚕蓬草。蚕蓬草。蓬蓬的。对，我大医生讲，足趣味的，足高注的，但是你发觉讲这个草，你拢有熟悉。但是这是食啥物的？这食啥物哦？阮有准备为大家准备，阮来食看卖。蚕蓬草吗？我准备伊的茶，我啉看卖。好，甲大家讲，伊是安那要创啥物的？大家啉看卖。就好啉的哦，大喙啊！来，这怪怪呢。大喙啊！你先啉好无？看起来足奇怪呢。大家讲会使。我甲你查。有够好你啉，你今摆就啉。足靠着吼。比人参搁较苦。先甲大家讲，伊有一个外号叫土地 plus。苦地个 plus， 伊比苦地较苦，但是查某啉足好诶，会白泡泡又绵绵。真的？你讲是真实的？真实。那我愿意搁啉一喙。我嘛是。我知影大家足苦吼，我有准备另外一个福宝，
食了就袂苦啊。哦，大家食看卖，我请大家食草，食草食看卖，食了就袂苦啊我已。经食了啊。这解药有解药，迄食就袂苦啊。好啦，这真正有够苦的呢。这食就下边，真正就好味吗？会使加两片就好食的，哦，好食。这有甜无？明明是迄啊，哪有迄个牛肉，迄羊肉馅，牛肉嘛羊肉馅，哎，有呢，应该羊肉你讲，馅。但是上特别的是有甜的味，应该有甘。对，甜较侪吼嗯。这药啊叫甜椒药，甜菊叶。哦，嘿嘿，啊伊足特别的是，伊的迄甜比迄饭糖搁甜10倍，比糖甜10倍。 10倍，但是没有热量。这是不是做代糖的？嘿，它是天然的代糖，天然的代糖，嘿嘿，所以你若是爱加糖，加这较好。阮都讲你泡茶的时阵加这片药啊，你的茶就会甜，但是无热量，所以你袂大苦。水哦。所以这会当拿落这茶内底。会使会使，但是爱烧的，冷的无法度，哦爱烧的，冷的无法度嘿嘿嘿，但是袂使放苦茶内底，我有试过啊，袂下，会苦是苦，甜是甜，迄足奇怪因会。崩溃。嘿嘿嘿，足奇怪，那才奇怪所以你会发现我苦茶拢无加糖，你会更加痛苦。嗯，对。好，安尼我继续来为食。好，刷来最后呢，我想要介绍是讲，虽然咱青草店是一个足老的生涯，但是阮有足侪少年的开始想讲要安怎去改变，所以像阮即间店，伊是阮头一间开始去改变伊的迄装潢甲内容，所以伊的店敢若一间酒吧，我记得号子敢若有去过。嘿，我感觉吼，较毋是酒吧，较像咧迄个咖啡厅、咖啡店，啊去的拢是少年呢。伊拄仔讲酒吧的时阵，我想讲你是毋惊毋对，了阵讲伊是酒吧才入去的。真的，我甲你讲，迄文青的，啊去的拢少年。那你就是参像我这种的。我甲你讲，去的拢少年，就是嗨，毋是假少年。而且伊的青草就是迄咖啡的迄手冲，哎，对，用枪的，用迄枪的。茶就好的嘿。而且伊佫开发足侪的商品，譬如伊遐有迄青草的奶茶，哦，足趣味的。啊，佫有较符合现代人迄茶包，啊，佫有迄会使掠力的迄有嘿无？嘿嘿，对，沐浴球，啊，对，沐浴球。沐浴球伊嘛有做。你会使先兑，兑半年了，你讲哎无啥味啊，才摕去泡。兑半年。嘿，就就迄迄足久的，迄会芳足久的。会使泡汤，嘿，哦，我打算讲你后白讲的。是。我当时捌黑白讲，你哪会安尼咧？你去问因嘿，我是人上老实啊，你都有白讲。你是爱检讨一下，你讲的话吼，我都无啥。一排你的判断是健康的。你两个即摆是咧安那嘿？我们是派派啊，派上梁。切灯，嘿，你继续。好，啊，伊上重要是开发很多茶包，因为以前青草拢爱煮，但是开发茶包，迄上班族就较方便。啊，有一款我上介意是，伊讲以前无是食目睭的，因为以前大家袂耍手机啊，所以你无迄目睭袂下下，所以以前无迄种配方。但是伊为符合现代人，去开发这种食目睭的茶包，嘿，个目睭的，所以感觉就较好，嘿。所以就是咱就为以前。吼，讲到即马就要想互大家知影，阮艋舺还有遮趣味的故事要分享给大家呢。嘿，袂歹。感谢大家。精彩诶，甲伊扣诶，足精彩。所以咱今仔日吼，咱若无经验老师吼来甲咱讲即个艋舺的故事，咱去到艋舺，咱啉的迄杯青草茶，都是一杯青草茶尔。但是咱听完伊的故事了，咱才知影咱啉的即杯青草茶是艋舺人因的生活，对无？嘿啊，迄个时阵无医生，医生是啥？观世音菩萨呢？是呢，对无？啊，迄个时阵嘛无迄个药方，迄个药方或者迄个药签，是足趣味的。对啊。对。啊，迄个时阵嘛无迄个药房，药房叫做青草店。青草店。对，是安尼。家在你有淡仔做倒咱真心。感谢。系啊，啊你会晓唱王梦玲的歌无？看电视人唔知影像是王梦玲。你唔知唱王梦玲？哦，真正做假少年的你啊！哎，对阮较少年啊，敢若王力宏较实啊。哦，来恁店家，来恁店家行行，来起来，欢迎。欢迎老师。缅甸话的好食沙高的，哦，三去高调，三高的。缅甸话多谢要安怎讲？
结束顶芭蕾，技术顶咧芭蕾啦，芭蕾顶咧，技术顶芭蕾，技术顶芭蕾。鱼汤面。这足重口味的内底有够侪物件呀。对，所以我的早顿就好食。泼水节就是缅甸过年迄一天，你若是互人泼着水，你唔通生气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好，啊，来连电机，来连电机，行行，来起来，欢迎。欢迎老师。明格拉巴，大家好，我是万丽，今仔日要找大家来缅甸街踅踅。明格巴。大家有听过航路地无？航路地有。就是航路地就伫咧缅甸街的附近。哦缅甸街伊就伫中和的捷运南四甲站的附近，行路差不多10分钟就到啊。缅甸街迄边有足侪甲我共款的缅甸人住伫遐。迄是全台湾缅甸人上济的所在。住伫咧内底的缅甸人，伊拢会晓讲缅甸话。所以咧你来到缅甸街，就亲像去到外国共款。无毋对。对，你若去大家拢是大家若是去到外国，拢爱学一句外国人的拍招呼的话。缅甸话的你好要安怎讲咧？缅甸话你好就是明格拉巴，对，这是缅甸的字，就是明格拉巴，明格拉巴，对，听起来亲像明格喇叭，就是明格喇叭，对，明格喇叭，真好记。你若是来到缅甸街，食到缅甸的料理、缅甸的菜，你感觉真好食。那缅甸话的好食要安怎讲咧？沙港地，沙港地，对，就是好食的意思。沙港地。哦，三去高调，沙港地，沙港地，我听就是小酒嘞啊，吹高嘞啊，吹高嘞，沙高嘞，就是缅甸话的好食的意思。你若是食饱了后咧，食饱了后，你想要甲头家讲多谢，缅甸话多谢要安怎讲？就是结束顶巴地。哦，这这束顶巴地，这结束顶巴地，这束安怎？有结束顶咧芭蕾啦，芭蕾顶咧，结束顶芭蕾，你也可以啊，我无咧黑白讲。我听你的，讲有无来？就是结束顶吧的嘛会使，这是非常有礼貌的。若是讲结束吧嘛会使，结束吧，对嘛会使，就是结束吧。啊，会使讲阿秋吧，啊结束吧。我在讲你无咧白讲，马上就白讲啊。不是，是结束顶吧的，就是谢谢的意思。来到缅甸街啊，你会使看到就是这条街区，若是你无去过的人，拢想讲，这是一条足普通的街区，毋过其实咧足特别的。伫缅甸街内底，你会使看到足侪云南菜啊、缅甸菜啊、泰国菜、印度菜嘛有。你若是来到遮，你会使看到扛棒内底嘛有写缅甸的字，中缅双语。对大家来到缅甸街，拢想要讲要食啥物咧？啥物拢上好食，所以咧，我今仔日要介绍2项缅甸的菜，互大家。第一项就是鱼汤面，这鱼汤面就是缅甸人足介意的早顿，这是早顿。就亲像食了会饱困。亲像你若是去到台南，你想要食一碗牛肉汤，沙巴鱼嘛是牛肉汤，安尼你若是去到缅甸街或是去到缅甸，就爱食一碗鱼汤面。对，鱼汤面。足侪人在食的时阵，感觉真奇怪，就是内底看袂到鱼啊，对。想讲是安怎咧？因为头家一定甲鱼肉煮甲烂去，掺伫咧汤内底。伊的鱼肉汤内底有鱼露、姜黄，甲有葱仔头、
然后芭蕉树的嫩茎，芭蕉树的嫩茎啊，食起来真特别。食的时阵咧，你会使配一丝啊香茅柠檬、盐水啊做伙食。盐水。对，你食的时这阵。足重口味的内底有够侪物件的啦。对，所以我的早顿就好食的。哦。对。所以你早顿无咧食胖的就对啊。一定食这，一定食。真正就是啉烧酒醉，啊，对，囡仔食这，规拢起起来。内底还有姜黄，马上就起来。对。啊，第二项食物就是我听讲就是耗子哥就想要食破酥包。你哪会知？对，我听讲的，所以我介绍这个破酥包。你是有交代哟？无，我无交代啊！你哪会知影？我无交代我啊。听讲，新闻有讲。新闻有讲。我要点记做记号的。这个破酥包嘞。无啊，我这4点呢。这是1点呢。我甲你讲的4点，这是惊喜包。无，我内底搁这5点你不爱吗？无点，我的4点。4点是豆沙。豆沙啊，你。 5点的是咸的。无点的是麻的。咸的。甜的较济口味。 1点的是蚵仔。哦，1点蚵仔。芋头。啊，过来这4点。 4点的是豆沙。 哦，豆沙甜的豆沙，5点的是5点的是咸的，咸的内底有猪肉、有葱仔头、有香菇，对，迄是咸的。啊，4点的黑色迄5点是芝麻，黑的是芝麻，黑的是芝麻。对，啊，这个破酥包特别的所在就是伊的包仔皮食起来一层一层，敢若葱仔饼同款。 伊是一层一层，啊破酥是一种糯米的手路，所以食起来的时阵，你会使看到伊的包仔皮是一层一层安尼。真的，你安尼看吼，真正一层一层呢。对。哦。老师有这料伤济啊啦。拢是料。拢是料呢。这个破酥包对我来讲是真重要。 因为我的妈妈就是买一个破酥包，甲我饲大汉的。哦。啊，大家哪食？好，我继续。但是我甲大家讲，你既然就讲我是安那爱想要食这，因为我去过迄个桃园，迄个啥物国基村，啊，伊遐嘛是有中正市场。对，中正市场遐，迄嘛是云南来的嘛。 迄规个接来，我印象上深的就是这个破酥包，对。是安那我印象最深，就是伊这个皮，我食者有够济赞的迄个口感，啊，食一摆就拢一直记一世人。破酥包的特别所在就是伊的包仔皮，一层一层安尼。好，我继续。好，你继续。继续。缅甸的有2个大的节日，10月份的时阵。 有一个点灯节，嘛有人讲光明节。点灯节的时阵咧，咱拢会摕迄个歌灯，点蜡烛，意思就是迎接释迦牟尼佛下凡来甲你祝福。嘛有点灯节迄一天嘛有缅甸的法师伫遐甲你念经甲你保庇，啊嘛有足侪人会唱歌表演啊，足热烈的。缅甸的。 第2项的节日咧，就是4月份的时阵，有一个过年，就是泼水节。泼水节就是缅甸阮的过年。你哪过年咧4月？迄是安那？因为4月份的时阵是缅甸最热的时阵。哦。一整年里面最热的就是4月。4月份的时阵，所以咱会泼水。 泼水意思就是甲你的歹运洗好清气，互你好运，安尼对。所以大家会使看一个影片，就是泼水节，就是咱泼水节的迄一天，足侪人就会摕水枪啊、水管啊、大水桶啊，安尼甲人泼水。所以泼水意思就是甲你祝福。所以你若是。 泼水节迄一天，你若是互人去泼着水，你唔通生气。这是代表伊甲你祝福的意思。哦，对。啊，佫有和尚咧甲你泼水。对，伊这就是甲你保庇的意思。老师，我看伊安尼喷啊。对。
拢就有礼貌的呢。这是伫咧台湾是安尼有礼貌的喷。啊，若是去到缅甸当地的话，就疯狂的。就是行缅甸当地管我的意思啦。就是用小红车咧拼。新年快乐！兴奋就管了。好你好运，好你好运，大家都结婚啦。你是不是就看到你伫遐？我捌去过泰国，啊，结果因咧嘛是泡水节的时候，啊，阮就咧翕嘛，哦，大家做欢喜，啊，翕了，阮就去迄个便所啊换新的出来，啊，要上游览车，啊，出来了要上游览车，是边仔佫有泰国人，嘿，新年快乐，佫站去，啊，袂使上去哦。对，没使这里啊，的我这是甲你祝福。伊甲你祝福，对啊，上去。真的。对，好，以上就是我的介绍。欢迎大家若是有兴趣，会使来缅甸节找我耍。拄则看到这吼，咧过年哦，是啊，欢喜哦。好耍的，人讲无咧，逐工咧过年的啦。你安那？安那你是？无逐工过年啊，无。你即摆是要相拍吗？嘿，你甲恁前，恁前，你是什么？啊无今仔日咱来过一下缅甸的年来试看。你啊，来，传菜，来，一人一支。一人一支。紧摕。不是啦，我这是要用啊，这是要用。这哦吼，我试了就有爱哦。已经有水啊。嘿，已经有唔知这件代志咧。我嘛唔知咧。等下。啊，迄个缅甸话，迄个新年快乐要安怎讲？啊，什么？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我袂晓讲。Good job！因为伊是云南人，所以用云南话的新年快乐要安怎讲？云南话。就是新年快乐。哦，新年快乐！啊，你帮我倒数3、2、1，啊，你讲新年快乐。好。真的假3、2、1是我讲，我家己讲啊。好，3、2、1，新年快乐！你莫早见你的烦恼，你莫早见你的烦恼，早他慢嘞。你是不是新手大婚啊？哦，会使啊！哇，你咧吊狗？卖过。哦，大家听真好，新年非常快乐，新年非常快乐，好不好？安尼 OK， 好，啊，你是去倒算干？你拢冇搞混啊！我家己来。好，我甲你倒。太勇敢嘞！太勇敢嘞！啊，你来，安尼规面。我有用上大的祝福。好，啊，你今仔有要搁加分，我看安尼就好啊。无啦，是毋是有要加分啊？对啦，有嘛？有啦，来，加分啊！你要唱歌要加分啦，你要唱这首歌来。不是王梦玲大哥啦，不是啊。你安那一直留进来？哦。因为恁头拄拢是用看、用听、用吞的。你看起来足惊的，足惊。我讲顺话。我是卖惊，免惊免惊。我迄个下骹你唔免烦恼。这若安尼你才会惊。要安那加？咱加分就是。嘿，我有准备物件。这两位老师就是传这吼巷仔内滋味啦，哦，在现场吼，大家实实在在吼去体会着这巷仔内滋味。所以咱即马吼。哎呦，就两倍的，啊，唔过吼，就两倍啊，话拢唔知要安怎讲啊，做伙来看是虾米款的滋味啦。安尼来汽水的汽水，伊是扣啦，哦，青草的扣啦。来，大家干净。要过年啊！阿妹，大家叫紧张的。这是防晒、美白、保养、化妆的物件。缅甸的女生打工都会安尼换，打工，
今麦在创啥？大美你今麦是袂创？大美过年，大家新年那拢变遮奇怪，我就是对对哦，有够欢喜。哎，加温题，要来食啥物好料的？好，我先来嘛。哎，啊，我两个物件，啊，先这个较紧，大家拢爆米花。嘿，爆米花，嘿，哦，来来。但是个味足特别，食看卖，食看卖，伊个味足特别。看我食到伊个味无这？是牛奶糖的味啊。你食看卖，我食到内底个味较无共。淡薄啊，可可。哦，青草的味有食到道。青草味无？草仔地味。对，超 baby，嘿，草地味啊。有吗？有食到吼，趣味吼，尾啊，对啊，尾食到尾，嘿，有迄青草地个味。尾韵。这是什么口味？迄就是有加蜂蜜的加青草的爆米香。哇，嘿，就是阮有讲嘛，阮就是足侪少年像我要开发新的物件，我刚刚会知影青草会使有足侪的味安尼，嘿嘿嘿。你食了有下味吼？这毋是勉强做出来的口味。刷嘴的刷这嘴。适合过年的时阵食你再的哦。食看卖。过年。新年快新乐！年冷静，这物件莫大胆。你嘛白讲话。啊，所以食这配饮料，配什么饮料？哎呦，这你使啉看卖，先啉一口看卖，看有啉到啥味无？屁水的味。嘿，汽水，有气咧内底。对，袂伤低。伊是扣啦，哦，青草的扣啦，哦，你人青草。嘿嘿嘿，因讲伊的原理是讲，迄扣啦在发明的时阵，伊本来就是感冒糖浆。哎对。啊，是。啊，搁有讲最近日本有传来台湾最有名迄伊良可乐。哦。啊，所以阮排队的嘿，所以阮这青草店的头家就参考伊的方式，就用青草做迄扣拉迄糖浆，啊，搁打迄气泡水，就来做出迄扣拉味安尼。嘿，这边扣啦，更加好啉。嘿，但是原料拢是青草，所以伊是健康的，嘿，所以是健康的。有啥物原料伫内底？头家讲蜜蜂，我嘛不知。甲你讲，这少年家拢会接受进。哦我。就讲你，无负担，哎，所以负担这因为一般的可乐是有含咖啡因对无？嘿，啊，搁有糖，这对无？你就无要青草，青草是无咖啡因的，青草茶毋就好是。啉的，我介意。是吧？对吧？所以是健康的扣拉。哎，大家感谢感谢，哎，要过年啊！阿妹，阿妹好，我大家叫紧张的。叫紧张。就该讲唔通安尼啊，较早无弄。这赞，哦，加分着，加分着，袂歹袂歹，趣味有趣味。啊，算咱缅甸鸡，缅甸鸡我抓来的物件，袂当食，是活的。外对活的，这是缅甸话伊叫做登了卡，灯了登了卡，灯能看。就这是一种防晒、美白、保养、化妆的物件。这个插科，对，要安怎用咧？安尼掺一点水，抹的时阵，伊会拼起来，伊会芳芳。啊，抹伫咧面顶的时阵会亮亮的，伊是一款防晒的。啊，毋过伊抹的时阵有无？你抹的时阵，嘿，的对，伊就会安尼。爱慢慢啊磨啊。对，爱抹足久的呢。就是爱甲所以咧，所以缅甸人有一个就是。哦，这抹好诶。就是比较方便的，伊就安尼。哦。就在安尼。爱磨到什么程度？就是爱袂到，爱个淋水无？对，爱，就爱。别紧张，别紧张。你要冲动的时阵，先使用一个，我就想过一个，我目标有一个人呢。哦，我想要过年，我真正。免惊免惊。你讲这什么卡？灯啊卡，跟人卡，跟人卡，你那里跟人卡？不是啦，灯啊卡，跟人卡。伊抹的时阵就安尼一直安尼。啊，就辛苦的呢。对，缅甸的女生逐工都会安尼抹。逐工，对，这高工呢？一工抹几盖？这是不需要卸妆。
水就会就天然的。水洗面就会天然的。水洗。我会当试看麦吗？会使。磨看卖。这第一次的，嘛安尼吗？然后搁磨，哦，安尼你看，安尼你看。偷贼。好者，然后用这磨吧，用这磨。安尼吗？磨到安尼就好啊。我讲安尼就好啊。你搞不好你下面的，你搞不好下面的。好。唔是啦，老师你唔通听伊的哈。人讲伊这是保湿什么防晒美白保养化。是来，新年快乐！再水掉不？你今摆咧动啊？你今摆哪变这激动啊？我今日规人感觉心里拢快乐起来。你规人拢欢喜个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我感觉我规面有够白呢。嘿啊，对，有嘛，有变白嘛。安尼就是。你讲这爱洗无？没我嘛不爱洗哦。打起伊就会水水安尼。对，水啊，滚两卡，蹬两卡，对，我有体验着，啊无一点仔尔。啊，那来，我来，你无要体验吗？你大家拢无想到，你即摆咧做啥？等下你即摆大家过年拢足奇，大家过年，大家新年哪拢变遮奇怪，我就是我够欢喜。哦，这足凉的咧，嘿，啊对，感觉有家己足白咧，我哪这种味啦，我从小没闻过这种味咧，嘿，对，你即摆摕这个要创啊，你是靠什么事？我对，讲对是嘛？可以摕着啊！对，啊有要投票爱投票，嘿来，啊有要徛转来，来，即摆咱是。缅甸鸡啦，咱这是芒嘎，嘿，缅甸鸡还是芒嘎吼。足困难的。哦，这足困难的，行歹选。我解决了。你解决是无？足紧的。我嘛是，我唔知是安怎，手多一直人，足紧张的。好来，倒好后尾，好啊，倒底是咱的，这个芒嘎还是缅甸鸡的，来，3、2、1，切开票。是安那你拢选芒嘎？我家己呢，平常时足介去缅甸街遐食榴莲煎饼，所以我家己已经足熟啊。我有甲伊支持哦，但是今仔日清炒茶这种较古早味的智慧吼，我感觉爱有少年的方式传落去，嘿，所以我就选伊。但是我爱你，多谢，对哦，你心中我是公关，对，啊，当天，我是选那个万丽老师啦，因为我这久无用喷啊，我偷用喷啊就爽，偷喷我就爽诶，中华戏就过年是讲正经啦，我无去参加过迄个泼水节啦，系啦，你拄好有啊，系啊，所以我时阵拢会当去啊，真正感受到迄个气氛啊，我足欢喜，足欢喜，所以我就选万丽老师。啊，你小牌。其实哦，小牌甲大牌嘛是同款的，因为哦，我嘛是会去缅甸街食咖喱，我喜欢遐食咖喱的，嘛最爱去遐踅遐店，啊买一寡异国料理，啊搁有香料当去出内底煮物件，啊，毋过今日嘛是才知影讲原来施老师。是金瑶老师引导5代，我嘛是感觉讲，这个历史若是讲搁传落去，嘛希望老师有一天会当带咱大家做伙行迄条青草巷行去宜兰啊，所以我要投票给伊，甲伊鼓励一下。后摆会当行去宜兰啊，我足期待啊！有续集安尼，嘿啊，无对。OK，恁两个大牌甲小牌拢足奇怪，拢足介意缅甸街，但是拢斗，咱两个拢讲但是拢斗这对无？是啊，阮都无共款，我介意缅甸街，因为我足介意过年，